讓我哋進入去到第二個嘅部分，我哋會集中剛才所分解出嚟嘅呢一啲原子分子嘅情感，以至生命嘅能量狀態當中，我哋會去到 channel 接收當中呢一啲嘅原子分子嘅裏邊，包含住邊一啲強烈嘅情感、情緒、感受，以及更大對於呢一個嘅生命、對於呢一個嘅世界，甚至對於自己嘅呢一個感知係一啲乜嘢嘅狀態，以及資料嘅內容。讓我哋去到睇下當中呢一啲包含住情感、感受、情緒、感知嘅資料。第一條，整個嘅生命一直都處於係一種用力嘅狀態。呢一個用力嘅意思就係，整個嘅情緒感受裏邊，從來都冇辦法去到放鬆落嚟，因為一放鬆落嚟就會感覺到空白，一放鬆落嚟就會感覺到會被否定嘅呢一份強烈嘅空白啦、無力啦、被否定啦、唔能夠被連結，亦唔能夠信任滋養嘅呢一份情感感知嘅狀態之中。第二點，一直感知自己嘅生命必須要做先至會有㗎，必須要做先至會好㗎，必須要做先至會夠㗎，必須要做先至能夠被接受、被看見、被連結、被滋養嘅狀態之中。讓整個嘅生命一直都喺個做嘅當中。我要點做呢？我要做幾多呢？我要做啲咩呢？我呢度要點樣完成呢？我嗰度又要點樣做好呢？我呢度又要點樣做夠呢？嗰度又要點樣完成呢？嘅呢一份強烈負荷嘅失調感知狀態之中。第三點係感知住自己嘅生命，只要未完成，只要做得唔夠好，只要冇做呢，就會被否定。嗰種被否定，而且係會馬上好強烈咁被人哋話自己呢度又唔好啦，嗰度又唔得啦，我又冇價值啦，呢度又做得唔好，嗰度又做得唔夠，呢度又完成唔到，讓整個嘅生命一直都唔夠膽唔做，唔夠膽唔去做好、做有、做夠，亦唔夠膽唔完成嘅呢一份強烈嘅負荷感知嘅裏邊。第四點係對於自己嘅我嘅嗰份感知感受係好空白嘅，從來都感受唔到自己嘅我，感受唔到自己有啲咩價值啦、力量啦、立足嘅位置啦、存在嘅位置啦，感受唔到自己嘅我嘅呢一份感知嘅失調部分，而讓到整個嘅生命一直都焦點住嗰啲我完成到啲乜嘢，我能夠做到啲乜嘢，我能夠做好啲乜嘢，我能夠做夠啲乜嘢，我能夠證明啲乜嘢，從來都喺外在嘅呢一啲人事物嘅完成啦、證明啦、做好啦、做夠嘅裏邊，但係從來一完成完之後，再去望返，好似從來都感受唔到自己。感受唔到自己嘅嗰份存在啦，感受唔到自己嘅嗰份參與啦，就係感覺到自己好用力咁做好咗一啲嘢，完成咗一啲嘢，做夠咗一啲嘢，但係自己係邊個？自己有啲乜嘢價值？自己有啲咩力量？自己有啲咩立足？從來都係比較空白同埋負荷無力嘅當中。第五點係我哋比較多嘅案主學員裏邊，喺從小到大嘅呢一個原生家庭族群嘅當中，一直都係望住你做咗啲乜嘢，你完成咗啲乜嘢，你做夠咗啲乜嘢，你做啱咗啲乜嘢，你做好咗啲乜嘢，先至會感知，先至會被看見你係有價值嘅嗰一個。意思就係話，我哋必須要先做好一啲嘅嘢，先完成一啲嘅嘢，先做夠一啲嘅嘢，先處理好一啲被要求嘅東西，我哋先會被看見，我哋係好㗎，我哋係有價值㗎。但係其實我哋嘅嗰個價值啦，嗰個嘅存在嘅立足啦，嗰個嘅力量啦，自身生命嘅力量咧，從來係從我哋出世嘅嗰刻就應該已經有呢一個嘅價值、力量存在同埋立足，並唔需要去做或者唔做啲乜嘢，但係我哋嘅原生家庭、我哋嘅族群就係好睇重我哋必須要完成咗啲乜嘢，證明咗啲乜嘢，做夠咗啲乜嘢，做好咗啲乜嘢，先至會被
感知我哋係有價值嘅嗰一個，有力量嘅嗰一個，有立足存在嘅嗰一個，而讓到我哋感知住嘅都係一直處於要負荷咁先完成、先證明咁樣去到付出啦、投入好多嘅一啲消耗啦、內耗啦、透支力量啦，去證明自己嘅價值、力量存在同埋立足嘅感知。第六點係我哋整個嘅神經系統啦、自律神經系統啦、情感感知嘅系統啦、感官感知嘅系統裏邊。只要我哋做少咗、做唔啱、做唔夠一啲嘅嘢、完成唔到一啲嘅嘢，我哋自己就會強烈咁否定自己，有一種好自我強烈否定自己嘅一種感知嘅狀態，係自己否定自己喎，對自己嗰個要求係好高㗎，我唔能夠做唔到㗎，我唔能夠做錯㗎，我唔能夠做唔夠㗎，我唔能夠唔完成㗎。好強烈咁否定自己，因此會一直咁用好強烈嘅消耗、負荷、損耗、內耗自己嘅力量，去到不停完成、不停做好、不停做夠，要完成到某程度嘅好、某程度嘅夠、某程度嘅完成，先至可以俾自己過關。我好啦，我得啦，我夠啦嘅呢一種強烈嘅內耗、消耗嘅情感感知嘅裏邊。第七點係我哋一直都感知住嘅，就係我哋必須要完成、做好、做夠、做有，先至能夠被關注、被看見。嗰種被關注、被看見嘅裏邊，包含住嘅係被愛啦、被滋養啦、被信任啦、被接受喺裏邊。若然我哋做唔好、冇完成、冇做夠，甚至冇事需要我哋去做、去完成嘅話呢，我哋就唔會被見到㗎啦，我哋就唔會被關注到，我哋就唔會被滋養到，亦都唔會被接受到嘅呢一份強烈負荷嘅感知裏邊。